转来看国内高雄的凤山中义里，最近是有真侪里民皮肤拢红红肿肿，佫会痒，甚至痒甲爱去看医生。因为这社区公园是出现旧清者气毛虫，甚至佫会走入来厝内。公所嘛有接到通报，讲会继续来厝桥设法防治。 公园内面有几若只黄色、佮有毛的刺毛虫，若是我医收经摸到刺毛，皮肤肯定会肿肿痒痒。这是小白蚊毒液的幼虫，也有人叫伊刺毛狗虫。最近有上千只出现伫凤山中义里，里面拢真惊吓，因为伊的刺毛有毒，就里面皮肤是上甲爱去看医生，甚至有空喙，这也影响附近十几户的住户。安尼清吼，差不多每天拢有差不多100只啦。 遮就迄个夹一下嘛，迄落落来无，无遮无一点。甚至呢，嘛爬去你到因的二楼，二楼你若放窗若无关的人的哦，甚至涉入因的房间内。李长讲，这种刺毛狗虫逐年都会出现，不过今年数量特别多，可能是因为暖冬佮无落雨。因为去年底就发现狗蛋有上千只，是上侪一届。 凤山区的副区长表示，这种虫主要会吸树仔汁、食叶仔，伫逐年2月到5月会生炭。比较容易大发大爆发，就是伫咱这个2月到5月这个中间。所以因为可能是中义里活动中心附近遐树种的关系，所以伊小白蚊都有作用于伫遐产生。凤山区公所接到通报，27已经将厂商来转药啊，虫的数量较降，按算后礼拜搁爱转第2道。农业局也会请专家进行树仔的防治，避免刺毛虫搁探到其他的所在。记者钟怡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